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18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马年选举有提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政党早起抽号码口啊，继强19党推出216个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内底有要求情报单位未来要报告看中国安怎样干涉台湾的选举。中央气象局参考美国、日本，将宪部分作8级的地动提高到10级。新的算法过年过就会开始实施。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马年的选举有提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政党，头尾有19党。早起因抽号码口啊，民进党抽到14，国民党9号，亲民党3号，台湾民众党15，时代力量6号。啊，这19党计共有推出216个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当然政党票提有过5%者，就当参加分配，拢总34席不分区的立法委员。护国卫，保台湾，票投14，实在做事。大写花口号抽到14号的民进党，希望民众票投14号，和民进党这4党的政绩，未来通继续执政，守护台湾。我们会尽全力的让全台湾的所有人知道，民主进步党是一个实在做事的政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中选会18号举行第10届不分区立委选举的政党号码抽口啊，19个政党代表拢希望抽出一个好记的号码，其中时代力量6号，国民党抽到9号，强调票投国民党会当当治久安。抽到3号的新民党是拍出重大第三势力的主张，长治久安，我们党会护卫国家长治久安，长长久久。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我们扮演的就是左拉右，左拉民进党，右拉国民党。另外，台湾民众党抽到15号，嘛拍出台湾电开机，票投15，民众做主的口号。啊，那绿党是抽到12号，各党拢拜托民众用选票支持，通进入国会服务。我们有这么多专业的候选人，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为台湾、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下一代。齐心努力，义无反顾。我们小党一定要存在，因为绿党的价值不是只有在例如说整个蓝绿中间的绿，绿党的价值在于永续的绿。这摆不分区立委竞争激烈，19个政党总共提出217个提名人，中选会审定了后，符合资格有216人。假使政党票的得票率达到5%以上的政党，就会当参与分配不分区的34席。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咱公共电视邀请3方面总统候选人的代表来会面协商总统大选辩论的工作。目前已经决定在12月29礼拜日下晡2点，踮公视举办辩论会。内容是包含家己申论，阁有4大报和中央社这媒体的代表提出问题。另外嘛有候选人互相质问和结论这几项，阁有。永暗就要举办头一场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暗上知影讲，昨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煞歹喙勒蔡英文总统，蔡总统嘛伫 Facebook 呼吁人民，明年就要徛出来用选票反对这款充满偏见甲藐视的政党。另外，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嘛批评讲，但国民党的言论听到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害。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阁发生失言的争议，涉嫌歧视女性。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伫人面前发击，袂当吞论这款负面选举的文化，明年做伙徛出来抵制这种充满歧视的政党。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伫咧直播一早顿的时阵回应讲，这款的言论真害，国民党是把歧视当作趣味。因为我们这是总统、副总统的选战。未来当选人是要当国家领导人，对，换句话说，你的言行要能够为国人之表率，就你在竞选的时候就是讲一些歧视女性的话，这非常不应该，是把歧视当有趣，这更严重，太糟糕了。赖清德嘛表示，这届选举爱用珍贵的选票，和蔡总统甲民进党守护台湾、维护民主，嘛要用选票表达对性别尊重的价值。竞选办公室嘛小连刷扫第2支政见影片，来讲幼童政策，联会到6会国家做会期。过去4年我们做了什么？未来4年我们也即将再努力哦。那提供一个台湾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政策，是小英政府今天
推出这个 CF， 想要跟大家报告的。幼图证件包括医生佮体管、药检津贴佮增加等等，要减轻父母的负担，伫未来4档豆豆完成。蔡英文办公室今伫咧18暗时总统证件发表会进前发布系列影片，要用政绩来甲各地赢相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韩国瑜这边，伊的竞选办公室针对民进党咧推动反渗透法，批评讲，这就是行政的解说权爬去咧司法的头壳顶，造成民主倒退，未输戒严共款。另外有媒体表讲，韩国瑜本人有提供一个姓王的小姐600万，互伊去买厝。竞选办公室这边嘛讲，这就是单纯和对方合作落去投资那尔。韩国瑜竞选办公室18召开记者会，批评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强烈推杀反渗透法，和行政权超过司法，伤害台湾民主。让行政权、行政解释权可以凌驾司法、可以凌驾法律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法律。韩国瑜佮去互周刊表消息讲，王小姐买厝的600万资金，金流是拄韩国瑜遐来的。王千秋表示，敢若是单纯的财务往来投资合作，强调讲针对亲友因为选举去互做乌抹，唔感觉真危险。的确，所以600万元是单纯在财务往来上面的投资合作曾经有过的一个财务商业的行为，非常的单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疑虑或者可能性。一场选举打到现在。又是抹黑，又是抹黄，又是抹红，到底够了没？若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进前誓言讲蔡英文是水尾查某，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伫桃园参加活动的时阵，无加回应这个问题。好，谢谢。王千秋是认为讲用词确实无妥当。我们也认为他有检讨的空间，我们尊重吴主席，但是由他来做最正确、最有智慧的判断。吴敦义是伫人面册破文章，继续发动攻击，批评蔡英文，强调讲台湾已经衰败啊，必须要振作。记者综合报道。国有财产署为着要理清讲，当时韩国瑜的丈人李日贵咧经营的大通沙石仔场，对起保乌沙石敢有翻头囤一寡来路不明的废弃物落去土地。因早起去到现场，开始消土，开始挖。李日贵的后生婚林县的议员李明天嘛去到地，伊讲早唔挖，晚唔挖，即阵咧挖，分明就是要影响因姐夫韩国瑜总统的选情。大型怪手真早就到位，等待早起10点时间到，工作人员就开始动作，为着要查清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丈人爸李日贵，过去伫咧经营大通沙石仔场，敢是有囤来路不明的废弃物登去土地，国产署会同各单位早起进行消土挖地。委员在质疑，就是说这块地有被掩埋废弃物，那我们基于土地管理机关立场来确认，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遭掩埋废弃物。我们照正常的一般的程序在作业，那并没有说为了特定的事情或者是特定的个人。国产署表示，18预计挖37位，而且伫后礼拜一进行土坝采样送验，啊，毋过土坝检验结果上计要1个月才会出来。嘛强调讲，这个时阵来挖是为着要查清楚真相，照定数来办。对这个代志，婚林县议员李明特表示，今日这个时间来挖，分明就是想要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选举只剩下20几天，我们这个土地也早就已经完成点交。如果点交有问题的话，国产署应该早表示意见，而不是配合某些政治打手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操作，严重影响选举的结果。李明特表示，历届沙石仔场已经退场要20档，若是真正有囤什么有害物质落去土地，那有可能会发规片的树林。佮加上过去几个档有去用倒废弃物，伊佮报警察来处理，嘛即个想要这个时阵做这个动作。对这个代志，国产署是强调讲，对下骹有带什么物件，并无设立场，啊，毋过若是有违反规定，买手拢会交互检调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日披上陈局咧做高雄市长的时阵，财政管理了歹。伊佫讲陈局顾咧遐食，毋是顾咧遐做。早起郭市长嘛补回讲，伊毋是干那咧批评高雄市的负债增加，佫有市政品质的问题。另外，郭台铭早起嘛有出面，人问起讲伊卖书已经是拿军新的主税同款。郭台铭是讲，家己一切拢以人民为主，以国家为主。台北市长郭文铁最近是甲炮火上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伊家伫咧高雄市任内欠300亿的这件代志讲好清楚。这次郭文铁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佮形容陈菊是一只鸟，讲伊伫咧做高雄市长的时阵，财政纪律真歹，考说伊是跍伫咧遐食，毋是跍伫咧遐做工课。还是你联想力太丰富了，负债增加1000亿哦，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你负债增加1000亿，为什么下一场雨呢？地面上多了5000个大洞，这才是问题啊！选举特别高啊，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是更加使人注目。对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7出席韩国瑜后援会的时阵，批评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治安真歹，发生真侪件分尸案，讲这是夭寿骨，佮批评蔡总统是随买查某，引发政治效应。不是这样的哦，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哦，就是私底下讲一个 level， 然后在上面讲要换成另外一种频道啊，就这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告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革命以来，一直传出有真侪矛盾，外界伫咧要讲两个人恐惊无啥物合作的空间。不过18郭台铭陪郭家军、李正英到新北市的选委会抽口啊，去访问到范拿最近有意思要经郭台铭出来坐大位，郭台铭只是真低调回应。我也不会说我一定想要做官，我出来做就是替国民党、替所有台湾的老百姓。国家的利益要大于党的利益，那人民的利益又在国家利益之上，所以我一切以人民为主，以国家为主。选举特别高啊，抢选票，各政党是拢一直出招。民众党发起人蔡碧如18是透露，台北市长兼民众党主席的郭文铁，按算伫咧选举前10天，配合中选会的区域立委竞选时间，会请假来辅选，拼选民的支持。记者阿敏经由随陈琼伟台北新闻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讲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外号人叫白龙的张万乐，伊一个后生叫做张伟，因为牵涉到经营旅行社，用不法的手段办互中国人客来台湾游览。昨检察官就来约谈张伟的牵手，含有牵连的人员计共13名。张伟本人是伫咧中国，检察官讲会等伊倒转来台湾了后，才搁再约谈伊。为要调查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负责人王庆林的案件，涉嫌协助超过5000名中国旅客非法来台湾，检警17发动第2波搜查，约谈统促党主席张安乐后生张伟的太太王淑英甲上班员工。张伟目前人在中国，检警会等伊回国后搁约谈。另外，也以关系人身份传唤张安乐到案说明。我儿子开旅行社。带大陆客人来台湾消费有错吗？对不对？台湾的要繁荣，台湾的经济有错吗？今天因为选举到了，然后找他来开刀。王庆林涉嫌成立12间人头协会，被控勾结国内20多间旅行社。张伟的华夏大地旅行社也牵涉其中。人头协会提供假造的交流文件，帮助旅行社向移民署申请第2专业交流团体入出境许可证，协助超过1000名中国公务人员假交流进观光来台湾旅游。为中每一个人头赚2000块，不法所得超过1000万。检警比对发现，华夏大地旅行社今年6月和10名中国人士来台交流，移民署核准后，华夏大地旅行社就汇款2万块给王庆林。另外，新党前立委谢启台关到北检，以新党名义控告平面媒体违反选罢法，是要让人无当选。今天张安乐他的儿子成年了，经营一个旅行社。说有大陆官员有进入，这是全台湾都知道的，每个旅行社都在办这样的签证业务。进前，王庆林遭到约谈了后，得到交保，检警阁发动第2波搜查，锁定华夏大地在内等6间旅行社引进2000名中国旅客，当中各负统战部官员，尤其华夏大地旅行社安排行程大部分甲德联邦、中华统一促进党相关，怀疑这个公务人员来台湾的目的无单纯，会进一步调查案情。检察官17暗时复讯后，有令张伟太太王淑英以新台票25万块交保，张安乐请回。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深更绿岛一个渔民藏落水底掠鱼，刷起互一款人讲叫做水尖，头壳心捅一支长长尖尖迄款鱼啊，对腹肚降落去。空中勤务总队的直升机嘛赶紧飞去，甲伊载转来台东县的马街病院急救。加载是无去伤到5脏。专家嘛讲，这是灯火对水底笑，甲这款鱼啊拍着惊，拍算是安尼才会雄雄对人的身躯撞过来。火烧岛一渔民昨天暗时在点干，敢若是藏水掠鱼，捡鱼攻击到伊的腹肚。空勤直升机连18半暝，赶紧将这渔民送去台东马街病院急救。经过医生诊断，渔民腹肚向肚里去5公分深，不过好在无伤到伊的内脏。
独立去渔民巴肚的鱼，敢若是这种头壳尖尖、人叫是水尖的鱼。专家表示，真有可能是渔民暗时送水有炸灯光，水尖鱼向惊到，向灯光遐乱走，计划拄着人。不过各种机会真少，渔民嘛讲，种情形是真罕得看。人工打鱼的几率是很低啦，因为有时候，因为它可能夜间有时候看到你的光线，它会乱窜啊。前面那个海蛮尖的，尤其是褐身类跟其实上跟鳍类有一点类似，对。棒棒啊，伊就比较挣扎一下就死啊，所以对阮这渔民较无啥物危险啦，还是讲若未水的吼较危险啦。伫火烧岛唱水，嘛定会拄到水尖鱼，不过日时因袂乱走。毋过专家提醒，暗时早灯光唱水，若是拄到一阵的水尖鱼，上好是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移民署高雄专勤队发公文吼，高雄市的劳工局通知讲有查到一个民众伫病院接到人咧分名片，写讲专门咧小解合法的外国劳工去处理，会当看互老大人。毋过引来的人根本就连合法的身份都无。劳工局就要甲伊罚金15万，当然劳工局嘛提醒讲，唔通对方讲合法，咱就信，真是要聘用，嘛就要斟酌查获真。有的民众就要照顾倒伫病床的亲人，也爱做事，实在是真忝头。有的人想要找看护来替换手，不过高雄市劳工局最近有发一个案件，因为民众伫病院摕到别人予伊合法看护名片了后，甲人联络也共请，所来互通知讲，因为请来路不明的外籍人士，罚罚15万。你徛咱迄个专门迄个人迄个啥物？癌症病房嘿啊，嘿啊，你若徛咱遐一当面就过落去啊，那也无。先询问看看这样。对，但是也不确定说一定会去使用啦，还是会先去找合法途径吧。民众讲，伫病院这种状况直接看见，特别伫东镜头病房外边，甚至有的所在较隐蔽，也有人看到这款合法看护的名片伫遐。在没有查证看护人员的身份了以后，就直接雇用，然后被查到是属于非法的外劳。那在这个部分，因为违反了就业服务法，所以被受裁罚15万元。劳工局表示，到今年11月为止，伫病院查到的非法聘车案件有19件，占违反就业服务法总数的2成。提醒民众，若是有相关的需求，就要照部来。要请进前，也要确认对方的身份甲期限，无到时是双头无前后。若是透过中人去聘车，除了共请爱犯法，中人也爱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理。虽然人讲各有各法，毋过做违法的代志嘛是真济。亲像讲，我甲你讲吼，我有在条引迄个合法的外国劳工，事实都无影，内底拢全机关啦，我在咧甲你骗的啦。但即马移民署查到，都要罚金15万呢。这款新闻，咱公司台语台咧甲你报。国政也想到，台湾话内底，原来有咧讲，咧共欺骗，咧共欺瞒，咧共用无做假，干贪甲口诈，真济话，咱讲出来，甲所有朋友互相来探讨一下。头一句，咱讲吼。甲你骗讲有牌，事实都无牌，这社会上一句话，讲迄就是叫做白牌啊！你讲无游览车的牌嘛，驶游览车出来咧接人客，这就是白牌啊，都无牌哩。啊，毋则讲即款人，即款囝仔甲你讲，我都有合法的劳工，外国劳工吼，通好引你，这咱嘛听过讲伊是食命诈生，尤其食命诈生，搁咧讲社会有一款人吼，专门拢咧品头含，讲我吼。迄立法委员想甲我偌好咧，我就是专门伊的秘书，我就是专门伊服务处的主任，结果出去东怪西怪，到尾啊，就位出来讲哪有影？阮服务处根本都无即款人哩，这就是正做食命诈生。啊，这毋是现代才有呢，毋是是当初才有呢。国政去编台日大词典，这过去台湾话一句话，讲专门咧讲律的，台日大词典内底就写讲，迄叫做律拉先。专门咧讲律的，讲叫做律啊先啦，专门咧讲骗的。即句律，社会上工商社会，原来不时还阁听会到。啊，毋过吼，若咧骗钱财，也是讲吼用无做假，咧甲你设计、甲你拐，要互你食亏的即款叫做律啊先。啊，若是感情上，现代人讲叫做爱情的骗子咧，这原来有人讲叫做猜回芳，对啦。明明我看你，感觉讲吼对我都有意爱。甚至讲，我对你也有贪恋，有的女性看到迄挂金目镜、金铿的目镜，甚至举出来是万年笔的，心内想讲，无定即个是金丝猴，
谁知影讲你是采花芳是薄情郎，互我目屎流，啊，毋是敢若女性会受吃亏呢？嘛真侪男性受迄个薄情的人来欺人。毋知较早，你敢无听讲男性福寿内底的歌咧讲？我今日来酒场啉酒，炸一张的相片，这是我3年前身体治病，面容消散。迄当阵无流喙鬚，嘛无挂目镜。原来今日来酒场啉酒，毋是为着要享受，是要来找你。忍受毋是压头，我是要来复仇。男性伟大力量，请你毋通袂记的才好。社会上爱情的骗子嘛真侪，啊，毋过佫有一款哦，另外佫有一款，就是讲熟识拄熟识，人讲熟识咧骗出来，即款呢。社会一句话，讲做白鸡骨，这有2种解说，一种就是讲，我先安排好，这项工程我要标，我就安尼，无论讲顶头的顶司，还是下骹手办事人员，拢先甲拍通关，安尼叫做白鸡骨。啊，另外一款就是乌窟啊，互跳的，设局叫你来啉酒，甚至要甲你压走，这有叫做白鸡骨。总共一句，那这个熟识骗熟识，正就是台湾咧讲的骂人的泥木啦。啊，虽然讲各有各法，毋过吼社会上咱嘛看到真侪毋甘的代志咧强欺弱。你像讲高雄一个讲话方面，法律有较慢的幼囡仔，伫咧幼儿园互人欺负，头尾拍算已经有当半。家长早起就出面讲，近来即几个月，囡仔去互同学压鉛笔画面，甚至出手甲线。虽然都有请校都要斗注意，啊，毋过拜托几地方的家长爱斗管教，拢无改善，昨决定要办退学。嘛，正式要甲教育局提出检举了。妈妈带5岁后生倒来幼稚园，要甲园方开协调会，因为17号妈妈决定，互有语言发展较慢的后生退学，并且向教育局正式检举园方长期互伊囡仔防霸凌。我带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然后我就亲眼目睹他就把小朋友推倒，然后把我的小朋友推倒，然后头去撞到柜子，然后之后就是打或是骂。妈妈指控囡仔互同学欺负将近1年半，这几个月连鉛笔画面、拍碎片这种离谱的代志拢发生。但长期以来，请学校帮忙管理甲保护囡仔，园方唔但无办法改善，有时阵囡仔互欺负，老师佫故意唔甲家长讲，可能要跟那个小朋友玩之类的，嘿，然后也有告知家长，嘿，然后有在处理他们双方这样子。园方否认无处理，但妈妈嘛摕出甲老师的对话记录，要证明囡仔确实防霸凌。园方嘛无改善。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但是园方无办法提供安全教育甲照顾，得犯有教法，限期无改善，会使罚3000到3万块。记者王家庄、郭建准高雄报道。看到这个新闻，相信每一个做人爸母的拢会真唔甘。啊，家扶基金会早起嘛公布今年正月到11月，甲保护儿童有牵连的新闻统计资料，按起来有345个幼囡仔是青少年有去受人欺负虐待，甚至其中69个人不幸过身，内面上少岁才出世6天啦尔。啊，基金会这边嘛提醒讲，若囡仔去互苦毒，有的民众会伫咧网络讨救兵，这款做法无定就会泄露囡仔的身份，甚至会去误着救援的时机。伫今年1月时阵，台南有一个1岁半的查某婴仔，互爸母甲亲友虐待死亡，引起民众的愤怒。抑个新北市一个做老爸，因为囡仔去买肉丸无加险，就互伊拍。家扶基金会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儿童保护相关报道有277件，345人受害，抑个69个囡仔无机会大汉。伫咧其中，身体伤害比例上悬，有超过24%。有112个人受害，也有22件是疏失致死的案件，造成24个人死亡。民众比较关注的是性侵，去年呢是儿虐致死的身体伤害，那今年我们发现是跟托育有关，然后有高达6%的民众对托育这个环境是觉得不放心。家扶讲，这寡所列出来年度10大离谱事件内面。身体伤害有3件，其中2件受囡仔和托育人员虐待，7个人受害。对照卫福部伫咧最近10年的年数据来看，平均每年有20个囡仔因为父母、照顾者等人的虐待而死亡。在各个国家几乎很多精神虐待，其实大概会有4成5成的情况，它真的会影响大脑在发展的过程、情绪的发展、智力的发展、人际还有对自我的一个发展。有医生就讲，
创伤对囡仔成长过程影响真大，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以外，也会注意精神虐待。家父也提醒，伫咧案情的通报方面，有4.5%的人会选择在社群网站要求救援。虽然会当提悬能见度，不过可能延误救援的时间，也有囡仔的个资被公开。就网友的公信私刑，也可能造成无法度挽回悲剧。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经由110或者是113来通报，同时会随时注意，对根本上来解决儿童虐待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救人的时机真要紧，救灾嘛同款。中央气象局为着要将地动严重的程度测得更较准，救灾时应变会较正确。因宣布讲要参考美国、日本的做法，将县部分作8级的地动提高到10级，其中就是5级，佫会分作5级弱甲5级强2款，6级的分法嘛是相像。这款新的算法自后个月过，就是新历的元旦了后，就会开始实施咯。台湾伫咧欧亚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界所在，常常有地动来发生。毋过气象局发现，测到的震度甲民众实际感受有争差，所以参考美国、日本等等国家的做法，甲震度拄5级以上，佮分做5级5强、6级6强，甲地动的震度拄即卖8级提悬到10级。5强之后呢，一些旧房屋就可能开始会有危险，所以如果有看到5强的震度，也许你就要有紧急应变的准备。气象局表示，新的地动震度分级0到4级维持旧的判断方式，拄无感觉到中级地动会感觉摇震动有惊吓的感觉。到5级也是5强是强烈地动，会感觉真恐怖，无法度惊震动。那就6强是强烈地动，会因为摇甲真大力徛袂在。7级是激烈地动，除了摇甲真厉害以外，佫会无法度照家己的想法来行动。我们做了1370个地震的分析嘛，现在是非常非常符合地震跟震度，地震所发生的造成的这个灾损。气象局强调讲，去年已经加密测站的分布数量，嘛会增加观测仪器的种类，和地动的定位甲震度更较准，嘛当提供予救灾防灾单位来参考。若是这项新的震度分级，预计伫咧明年1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顶日咱有报讲，美国的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这内底有3条对台湾真有利的内容。当换美国的参议院这边嘛已经顺利通过，过来就等川普总统签字发布。尤其这部法案内底嘛有要求情报单位爱伫咧台湾总统选选45天内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安怎样用手段干涉台湾选举的过程。Are there any senators in the chamber wishing to vote or change their vote? If not, the yeas are 86, the nays are 8. 美国联邦参议院伫美国时间17日多数票数通过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众议院已经10月通过这项法案，今麦参议院嘛表决通过，法案送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正式生效。The House passed it overwhelmingly. The Senate passed it overwhelmingly. We voted for overwhelmingly yesterday, and the president says he'll sign it immediately. 川普之前已经推文表示，会随签署法案。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爱伫台湾第3了后的45天内，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安怎干预台湾选举，甲美国安怎协助台湾阻止这款的活动。另外，有3项支持台湾法条：第126B、第126C、第126D。内容包括成立下部会，高阶美台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台湾关系法、美台防务部分，甲对台军售。未来卖上台前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记者综合报道。甲中国隔壁厝边的北韩，政府顶日有放调要求美国，讲着要取消对北韩的制裁，若无就要送美国一个真使人难忘的亚弹一个礼物。当美国太平洋空军的司令是预测讲，北韩威胁要送这项礼物，真有可能就是一粒射长度的飞弹。北韩进前强调，无要甲美国谈判武器化议题，要求美国伫年底之前爱取消对北韩的制裁，那么特别送予美国一个亚弹礼物。搁伫这个月7号甲13号进行武器试射，美国官方是严正应对，即马预估北韩的礼物有可能是一粒长程的弹道飞弹。これについてアメリカ太平洋空軍のブラウン司令官は17日、私が贈り物として予想するのは何らかの種類の長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だと述べ。
布朗将军认为，北韩可能为此有连续动作，嘛有可能在发表宣言了后，煞未发射飞弹。强调美国会尽力在外交甲北韩协商，不过嘛已经做好失败准备。伫中国甲俄罗斯是伫17号饭店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放宽制裁北韩的草案。决议草案主要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重申各方应该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2是敦促美朝继续对话，呼吁恢复6方会谈。3是决定根据朝鲜遵守决议情况，解除部分对朝制裁措施。 草案要求放宽对北韩煤炭、海产及纺织品的出口禁令，解除北韩劳工伫国外工课禁令，甲两韩的铁路甲公路合作计划排除伫制裁之外。这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这嘛毋是放宽制裁时机，因为北韩拒绝无核化谈判。根据安理会规定，这个草案要得到15个成员国内底其中9个国家同意，而且袂使有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法国5个相邻理事国的反对票。 才发到通过。记者陈世东报道。咱搁来讲英国天主教有一条规矩，就是教堂内底便若发生替神咧服务的人员，牵涉到讲骗扫抄打，甚至讲连囡仔都糟蹋惨落的案件，教会领袖拢都要替当事人保守秘密。这后外界不时都咧议论讲，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会暗谋犯到这款罪神职人员，但教宗 Francis 宣布讲，这条规矩从此要废除了。 罗马教廷叫各界批评保护乱动片的神职人员，教宗方济各则是废除宗族保密条款，废弃神职人员签申请。教会领袖要保护案件内资讯，确保资讯安全、完整甲保密。不过，教宗方济各认为宗族保密未当搁摕来用伫甲申请有关系指控，审判甲决定。Si parla chiaramente di documentazione legale, di informazione circa i processi canonici in corso. E non chiaramente di ciò che viene ascoltato nell'atto della confessione, il segreto della confessione. 这个条款保密措施一直以来被各界批评，根本上高度机密来保护孪童片。教会官员以宗族保密的理由，拒绝甲执法部门合作，造成受害者唔敢讲，嘛阻碍司法调查。今年5月份，教宗就签署法令，要求教会上级甲公司的神职人员爱举报性侵指控。 马尔泰主教斯克鲁纳嘛是反对讲性犯罪调查单位主管，认为教宗这是消除障碍决定。A further fruit of the work that was carried out at the Summit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in February this year. It is a step forward in terms of transparency for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ransparency for judicial legal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教宗方济各表讲，要全面对抗处理好教会形象问题。不过，一寡受害者团体认为，整体执行的进度也是相反。宗族保密一开始是要保护甲教会相关的敏感资讯，亲像外交联络、个人事务甲社会犯罪。另外，方济各甲儿童色情图定义年岁为14岁以下，提悬到18岁以下。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中央研究院，当公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预测，今年的 GDP 是2.62。虽然全世界经济拢歹，不过因为国内的需要甲民间的投资带动，经济成长率要过2%，应当是无问题。明年的环境预测起来是外口冷，内底拉轮啊烧，因为台商倒转来发展，甲国际的订单转转来台湾，拢会对经济表现有助赞。 本来定12月15，美国将会对中国1800亿美金的产品加扣关税。伫这嘛，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暂缓实施，就等待签署生效。美中的贸易战无确定因素敢真正消失，学者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美中贸易战的无确定因素是也无彻底消除。核心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智慧财产权、有关科技竞争，这个美中的贸易的这个对峙贸易战还会持续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受到美中贸易战冲击，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表现袂歹，预测今年2019年的全年 GDP 成长2.62%，甲主计总处的预测差不多。
而明年2020年的 GDP 也维持伫咧2以上，成长2.58%。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外冷内温，外冷我们全球的这个贸易需求下降别的国家所没有的这一个好处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台商就是开始回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四遍下调2020年全球的经济预测。全世界经济投资会继续向下行。学者分析，中国经济放慢，债务阁伤过悬的问题会一一出现 ，GDP 面临暴落。就美国的经济，未来2年也可能进入衰退期。美中2大经济体的表现歹，恐也影响全世界经济。台湾虽然民间投资力量正强，不过外销订单已经连续12个月负成长。明年的经济是外冷内温。GDP 维持伫咧2%以上的成长，变数犹原真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早起公布白皮书，规划未来10年的交通政策。针对外界咧质问讲，近来一直增加真侪新的交通建设，敢是为着选举考虑？阁有铁路地下化，互学者批评讲无效果这款问题。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嘛强调讲，建设全国的铁路网，互台湾行东往西、行南往北，真正完成一日的生活圈。这正正是交通部未来的责任。交通部公布明年运输政策白皮书，按照台湾下一个10年的交通政策，部长林佳龙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未来要做大数据智慧运输控管，加力运输推动电动车较普遍。不过，我军大选提出真侪交通新建设，外界质疑是不是为着选举？2020运输政策白皮书是为下一个10年发展在奠定一个愿景跟基础，所以每2年就有一次选举这个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针对政治学者请示审查委员批评铁路地下化是浪费钱、无效益，林佳龙嘛，搁一摆替铁路立体化政策来讲话，强调交通部有权责提出全国铁路网，反击外界质疑。照理讲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台铁的运量，因为台铁是我们交通部的，我们自己没主张所以当大家都把它这个立体化跟捷运化之后就塞了。我们不能倒果为因说地方要地方。它地方怎么会替代我们去想全国性的路网嘞？根据国土计划，我去年定的，交通部有责任提出全国的铁道路网。林佳龙强调，继续推动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落实全台一港的生活圈。不过，交通学者认为，这更是旧思维加旧考核。现在高铁做完了，那台铁有没有一日生活圈？有没有必要一日生活圈？如果民进党也是这样子，或者林佳龙他也是这样在喊口号，那跟国民党有什么不同？这个不是新的口号了，这个在2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喊过了。就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看起来都是加速人口的外移的。交通学者认为，真侪铁路建设拢能首先做好运量评估，推动一港的生活圈，恐怕变做旧时代考核政策。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讲嘉义番路乡草山溪，这是詹文水库顶游的溪流。顶日民众报讲，伫台三线路边的山谷下，发觉真大批废弃物。环保局勘查了后，发觉这大多数拢是种花种草的材料。初步嘛判断讲，可能是去溪水呛落来卡伫遮，会继续追查污染的来源。溪谷边啊，因可能拢是原个废弃的粪扫。嘉义县番路乡的草山溪，日前去民众发现有人伫遮偷倒粪扫。而草山溪的水最后嘛是流入去詹文水库内底。嘉义县环保局唔敢大意，接到定情了后，随前往稽查，而且你追查可能污染的来源。经民众陈情，那在番路的草山段那边有任意弃置一些废弃的塑胶花盆的这个情形。那我们同仁去做稽查的时候呢，那发现它是在比较深的一个山谷里面，那所以可能是民众在溯溪的过程里面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弃置的行为。因为草山溪是詹文水库顶流的支线之一，水质的污染会影响到民众的用水，而且原个废弃物就是溪的边啊，烦恼这当中有废土会影响到水质。环保局水污染防治科mau到现场来进行了解。稽查的结果它是没有。它只有一些空废的一些花盆跟一些塑胶袋，那里面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这些废弃土壤的存在，所以对我们的水质是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代志发生的所在靠我溪底，需要设备才发到落去。环保局嘛会会同这片土地的主管机关林务局，搁进行一届会勘，进一步追查废弃物的来源。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来讲，桃园市野鸟协会得到真侪爱看鸟的鸟友，搁有扶轮社的支持，因设全国头一个非盈利，毋是要趁钱的野生动物的诊所。到当已经接到1500件救援的案件，也成功来救350只野鸟，会当完全复原，搁再飞转去大自然咯。就是狗猫咬过的伤口，就是通常我们会看到，就是翅膀的羽毛都掉了。兽医师伫咧检查饲药了，国用碰镜看鸟仔喙内面寄生虫的情形。今年3月，桃园市野鸟协会伫咧鸟友甲扶轮社的斗相共，成立全国第一间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有请2位专业的兽医师助阵。如果是一般动物园，可能有他们少一只翅膀或者少一只脚，那主人带回家还是可以照顾。但是我们这边，如果动物少一只翅膀、少一只脚，他们就没办法在野外很好的生存。野鸟协会讲，甲一般动物园上大的无同，就是野生动物的救伤，最后目标就是要甲伊放转去野外。所有医疗决定，考虑的就是野生动物是毋是有法度恢复原有的功能。以前救伤组要甲受伤的动物转上动物园的时阵，用去延误医疗的黄金期。很多的鸟类在送医途中就会面临到过久没有医到就会死亡。如果能够提早送医、及早救治，它的恢复率会比较高，痊愈率比较高。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成立无够1年，也毋过成果袂歹。到目前总共接到1500件救援案，成功野放350只野鸟。不过医疗费甲饲料费支出真大，平均每个月至少要3万。协会希望有企业会当联想，或者是有人会当捐款，互诊所会当永续经营，帮助更较侪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公园，咱来讲新竹。新竹市政府决心要禁止开放8大行业申请的政策，包含讲一寡有安排小食人咧伴唱的店头、咖啡厅，也是讲3温暖、舞厅、酒家含少年人接起的夜店，此后拢袂当搁再来申请要设落去。同时嘛，停止搁发出电动间，就是电动游戏场的营业证，就是望要市民生活起居的环境搁较平安，嘛搁较安心。警方大动作临检酒店业者，新竹市为了要拍造幸福的城市，会今开始针对市内8大行业停止发出新的营业登记证，其中包括酒店、3温暖、夜店等等的行业。政策一出，让真侪家长拢话赞。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啊，对啊，因为毕竟新竹本来就是小朋友比较多的城市，对，然后这样确实可以，不会让小朋友有这么多负面的东西，会每天在路上可以看得到这样。安尼真好啊，因为即摆囡仔足爱安尼生，爱耍啦，等到害囡仔唔好啦。8大行业是指视听歌唱业啊，还有特种咖啡茶室业，3温暖业啊，舞厅啊，舞场业，以及酒家、酒吧、夜店业，这就是我们经济部中央所规范的8大行业的一个范畴。根据统计，目前新竹市差不多有100间合法的8大业者，市府把定出袂使变更所在地址，以及增加营业面积的申请。而在具有的一个8大行业的一个营业场所的面积增加跟所在地变更，我们目前也是倾向于不允许，能够来维护我们在市政上能够让整个环境的安宁跟治安的前提之下，能够让打造这个永续的一个发展的城市。另外，针对电子游乐场业者，目前嘛已经停止合法新的营业证，希望借由推动禁止8大行业的政策，让民众有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甲品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来看台南市交通局宣布，自明年开始开办全国头一搭，便拿提自政府发出来迄张市民卡坐公车，就通享受普通时半价休困日免费。交通局嘛讲，若外县市去到台南观光游览的人客，是另外有别款拍折的安排，无法度享受这项新的优待。公车到站，民众排队上车。进大台南公车上线了后，坐公车是未少民众的选择。即马台南市交通局宣布，自2020年开始，只要摕市民卡来坐市区的公车，普通时半价休困日免费。
大家会当坐车，大家方便嘛。方便的时阵哦，有优惠啊，优惠哦对大家有好处啊。政府客钱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这应该的，这真好的道理呢。大台南公车上线了后，2001年有940万人次，无到1000万人次。不过今年到10月底，到2117万人次，年底会当达到2300万人次，运量一直在成长。而且今年1月到9月，和去年的同期来比较，增加13%，是6都第一。今年的运量统计到那个11月之后，已经达到2117万，已经整前11个月就超越了我们前年一整年的运量啊。那今年目前统计的结果，大概统计到11月，我们的运量成长大概接近13%到14%左右。不过，这项优惠政策敢若针对台南市民，毕竟台南是观光的大城，来台南观光敢会当有同款的优惠。对此，公共运输处表示，观光客若是来到台南，只要摕电子票证，不管是悠游卡也是一卡通，拢会当有公车8公里免钱，也佮有4点钟以内专车会当减9块的福利，希望会当提升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地头、每一个县市，拢伫咧拼发展。台湾头一座专门咧训练木姓具的军机馆，今日伫中华梨林高中破土开工，工程的经费计共4500万，是中央和地方做伙分配。有真侪拍木姓具的出名人，拢有来参加观礼。大家都望讲，明年这间馆落成了后，会当替人讲合作军机的摇篮的梨林镇，栽培出更较侪上桥的少年选手。穿红色衫的选手，甲对手逼到边仔角，看准时机，连续出拳，拢拍着对方。这是中华梨林高中木姓具选手比赛的状况。不过，因为学校的旧木姓具馆已经收过旧，6年前跳土了后，就无正式的训练场所。经过几啊年来的争取，新的木姓具馆终于伫咧18号正式动土。经过大概有6年的时间，跟中央还有地方去争取这个经费。争取到4500万，里面包含了一些重量训练室、防护室之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会比较具备有他的一个专业能力，所以在未来培养拳击人手方面的话，会更加的一个精进。梨林高中的校长表示，台湾木姓具之父洪钦武是梨林人，日治时期留学日本的时阵，捌入选日本国家代表队。等来台湾了后，就开始推广木姓具，因此梨林嘛出了不少木姓具的好手，其中包括前日本职业木姓具冠军林明嘉。林明嘉认为，这座全台唯一的木姓具馆会培育更较侪木姓具的好手。拳击运动在这几年来了发展的真的比以前蓬勃很多。那以前只是单纯就是只有男性的选手嘛，那近差不多这4、5年来左右，大概这女子也都抬头了。不仅在亚运得牌以外，在世界锦标赛也拿到金牌，女生的部分。林明嘉捌连续卫冕7届日本职业赛的冠军，目前伫咧台北市立大学任教。伊表示，台湾木姓具的运动已经慢慢成熟，佮再加上专业的木姓具馆，政府会使开始规划安怎发展职业赛，互国内木姓具选手有长远的目标，才袂因为爱就业放弃木姓具。记者中华综合报道。中华看完，咱来看南投。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已经得要着时，不过遮煞有半冬无啥落着雨。互地方的农民拢真操烦，加再受东北风甲冷气团的影响，近来有落几落天的雨水，拍算这回梅花通好开甲比较旧年搁较水，搁较暗咯。梅花得要着时，所有半冬毋捌落过雨，农民挂是梅花会开了歹，甚至影响梅仔的产量。加在东北风甲冷气团带袂少雨水入来，即马树啊已经有结花黄了。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其实真的是造成农民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紧张了哈。梅花比较没有开的话，就梅子的量就减少嘛。梅子的量减少的话，客人也比较少过来买梅子啊。梅花没开，客人也比较少过来啊。下了4到5天的雨哈，那雨下的还蛮平均的，所以呢，普遍我们得知的梅农呢都很高兴，说今年今年应该不会比去年还差。农民表示，天气寒搁落雨，信义乡的梅花拍算会当顺利开花，而且会开甲比去年搁较好。因为如果有雨水的话，我们整个的乡内的梅花都会开，配合
泡汤的人潮、赏花的人潮跟部落体验的人潮，我们是希望把整个冬天成为一个我们新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旺季。市教欢迎民众来信义乡行打，而且唔乃使看梅花，佫会使去部落体验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公园，咱来讲分林的下流国校内底有一个参加咧，甲学生囡仔指挥交通的家长温德营先生，已经服务超过15档。就连进前人着癌咧治疗的时阵，心肝嘛拢咧想这幼囡仔所有交通的安全。今年专门咧鼓励志工的全国金安奖的颁奖予伊，感谢伊的付出。斟酌看敢有车来，才引导囡仔过路。导护爸爸温德营透早7点就伫遮，15档来拢伫遮咧守护囡仔上课的安全。伊家己3个囡仔早就已经对分林的石榴国小毕业。迄当阵学校无导护的人力，伊看到车祸，唔甘囡仔读册路途危险，就招牵手做伙来守护学生的交通安全。之前没有导护嘛，也没有那个替代役嘛。就在那个后面有发生一点小车祸啊，跟家己规箱车先上去病院上山来就开始从那天之后就开始站导护啊。从志工队的成立，就是由他一手来创，那特别是几乎可以说他全家都来服务我们石榴国小，招我们学子的上放学的安全。81年时间就过10多年，温德营唔但创立志工队，就连伊着癌破病的时阵，心肝目看挂学生的安全，叫因后生来替伊过路口。近来身体状况恢复，目赶紧搁转来徛路口。今年得到全国的金安奖导护志工的肯定，伊心心念念嘛是要望搁较侪人，尤其是少年人，会当做伙来为囡仔安全服务。呼吁年轻人就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忙来维护小朋友、小天使的交通安全。石榴国小的导护爸爸温德营，伊讲未来阁继续守护囡仔的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农业，若要转型，其中一项要紧的工作，就是要让少年人有意向，肯回去故乡打拼。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打算举办训练班，望要培养农民的下底拢来学广告品牌、行销农产品。下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来梦》这个节目，邀请观众朋友来看农村的少年家追求梦想的打拼人生。高雄农业主管单位自1802年开始举办兴农培训班，课程内容敢若教安怎样包装行销，目的要让台湾新一代农民会晓种植，嘛会晓卖。为着让农民捌安怎样包装行销，举办兴农本色杂志，让农民体验做方面人物的感觉。牛奶摕较低的，安尼，好，微笑。农业局咧招募一种年轻的农民的时阵，足侪人拢唔敢出来，因为因对家己没有自信。于是农业局伊就做了《兴农本色》这个刊物，伊希望吼这年轻的农民有一个可以呈现家己的舞台。透过兴农课程的连结，少年人嘛开始自发串联，利用家己产业的特色甲专长，举办有特色的农村小旅行。在农村的自然环境当中，就地取材布置食饭桌，配合青国无毒的小农食材，让游客体验自产地到食饭桌的特色行程。去参加了高雄农业局所办的兴农班，对，然后可能认识了更多人，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出来。咱去加的这个花、这个草啊，是希望讲咱两伫咱的岛面，让大家看到，咱是做一个自然的景，互人看。都是花，然后蜡烛，就是以大自然的那个为主轴去摆设的，我觉得跟外面的活动比较不一样。兴农培训班鼓励农民结合自身的专长，以团体战的方式提升农业软实力。唔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嘛吸引更加侪少年人返来家乡，做伙替农村的农业转型决力打拼。记者王艺峰、黄文良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天气反冷啊！今日因为东北风渐渐加强，北部的透早是真凉冷，
温度上悬，敢若剩23、4度。尤其暝甲日气温嘛是差真济。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20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2度到28度，台南、高雄、屏东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8度，金门、马祖、澎湖15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